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食品的大抢破风，拍算要伫花莲的凤林起饲鸡仔场，附近的居民是真反弹，都惊会影响到水源甲农地，所以大家烧酒抗议。啊，原本初审通过建案，县政府嘛先来法庭。由北部调北安市大花莲富林镇的民众伫北方饲鸡仔场预定地咧抗议。 规工是臭毛毛，我都唔台北去到位。他们的鸡粪要冲去哪里？没有人知道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废水要排去哪里？下面都是农田。民众不满的怒火嘛，烧到花莲县议会。身为县府的主管单位，有没有主动去沟通厘清人民的疑虑？北方集团要伫树湖村起3公顷的两鸡仔场，估计要饲20万只的生两鸡。 乡公所初审有通过，在地人真反对，即马专案嘛暂时按下。你一定要好做说明会，让民众充分的了解，这是我们期望。无多阁继续起，北方市强调讲，厂内拢是现代化的设备，希望讲乡亲会使理解。那我们不是高污染产业，跟过去的养鸡不太一样。 民众有顾虑，双方议员无多有共识，县政府嘛希望讲业者开说明会，让民众彻底了解。